今朝日出去白相着。早饭吃什么？这个小嗓子吃鱼。哎，我里向40了，还郑州40了。所以讲，带一趟来12得不得了，少人不来少人爱了。啊是的。居然还该问把你提高。明年换地方了。就其实还有地方，用不到明年，一年四季侪有海去个地方。啊对，人生有交关辰光还不能等待明年，有几个明年还不能等。这个产品只有用脱才是自家的，不用脱，不管你帮人落得侪不是来的。哪开心哪搞。对对对。只要你再用脱多了，门子毛皮个东西不再少，你再先搞下去了。接下来大夫万岁，莫夫万开。哎，我只管打好，我只管冒尿个病，你去冒了他关我屁啊！我在那个做寺庙去个人，皮肤烂饭走的。哎，对。有的人当时饭出来不像规定啊。这样退休了。干工资退休的。啊，事业单位。你现在总共要跑3000几、2000几、1000几个，干工资个才不要跑了那个。退休工资3000块。这个3000饭在人家300一日，那个是一日，来了去，相对了18岁，拍来拍去，谁让背带地浪。哎呀，到底退休工资1、2千个人发来噻，营养不良哇，吃得高，吃得高。有师傅照，没对吧子，实力走不动啊。哎，你到底看看贵州蓝翔屋里呢？还有，也是闪闪，也是黑。哎，你们没有灯的？你们不要灯，为什么不搬到山下去？你们搬不下去噻。你看看这个下还死人的。你说是客厅这个，边浪向是住人的，边浪向。哦，客厅嘛，分那个那么出好啊。再见啊，拜拜。胜利赛马子啊，再有一个扑通上冲。人家肯定要想，你到底你真的谁是吃板子没事体。哎，漂亮没漂亮看？10块2子。是。这个脑子复杂，这还10个字。